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俗谚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谚是四两黄仔无蹄。黄仔就是称重的物件，无蹄就是无靠除的意思。通常会甲称重的黄仔做四两重。所摆咱若伫称物件的重量，就爱先靠除四两，安尼才是物件真正的重量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，做万项代志爱知影家己有几斤重。较比讲，诚济考试有分坎站，若要考试家己有淡薄仔程度，就直接挑战上悬坎的迄级。安尼有小可四两黄仔无蹄的感觉。所摆咱先为中坎开始，等考试若有过关，建立信心，后回才阁继续挑战较专业的级数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